維他命 F 指人體必需不可合成嘅脂肪酸 Omega-3、Omega-6， 有助維持細胞膜彈性、調節發炎反應，亦滋潤皮膚同埋神經。缺乏嘅時候，身體容易繃緊、乾裂、慢性發炎。我哋嘅生命同樣需要維他命 F、Forgiveness and Faith。饒恕令關係恢復彈性，唔再硬化。信心幫我哋面對風浪，處變不驚，唔會因為憂慮同埋怒氣而長期發炎。每日多啲選擇饒恕、憑信禱告，心就會慢慢被醫治。聖經馬可福音11章24至25節，所以我告訴你們，凡你們禱告祈求的，無論是什麼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們站着禱告的時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，就當饒恕他，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。願我哋今日就吸收屬靈維他命 F。而家試下寫低一個你想要饒恕嘅人或者事情，為佢禱告，並將一件掛心嘅事交俾主。呢一個係靈修1分鐘，聽日繼續補充屬靈維他命 H。